好啦，又翻到嚟自編男女嘅節目時間啦。今節咧就會繼續同大家探討一下頸椎退化嘅治療方法嘅。喺我身邊咧依然有中大醫學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張啟賢醫生喺度咧，同大家傾下頸椎退化呢個問題。如果各位觀眾咧有任何相關嘅問題想問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31303揾張醫生傾傾嘅。電話旁邊就接通咗蔡小姐啊，蔡小姐早晨。蔡小姐到你啦，係。兩位主持你好啊，醫生你好。我想問下咧，我咧就本身有腰椎間盤突出嘅，就整到隻腳趾，即成隻腳都痛痹啊。但係呢啲就好耐嘅，但係而家條頸咧無啦啦咧就痹，即無啦啦隻手指咧，即個背脊唔知條頸個背脊好唔舒服，整到手指痹嘅，係左手臂嘅啫喎，唔知點解係左手手指，右手我冇事嘅喎。咁係咩原因呢？呢個係嗱，咁我相信咧你嘅醫生咧已經同你進行咗呢個臨床檢查，同埋做咗一啲影像嘅檢查啦。咁佢係咪已經同你確診咗頸椎係有問題啊？冇嘅，我頸椎就冇事，就係個腰椎有事啫。腰椎椎間盤突出咗成20年都有㗎啦。嗱，你頭先講緊咧係個手指嘅問題咧，咁而家就係個頸啦，個頸就冇確診，我冇確診冇。咁你手指嘅問題咧，就唔會因為個腰嘅椎間盤咧係導致手嘅問題嘅。條頸。咁所以咧，如果你覺得係手臂咧，咁頭先我講咗，好似頭先兩位女士咁咧，就我哋個情況可能係因為頸嘅問題，亦都因為可能隻手嘅比如嗰個腕管綜合性個手腕嗰度咧個神經壓住咗，咁所以我相信咧，亦都需要揾一個正式嘅骨科醫生咧，同你詳細檢查清楚。係啦，多謝晒蔡小姐電話先。講翻頭先嗰個頸椎融合手術啦，頭先醫生就切除咗病人嗰個椎間盤，下一步又會點樣做咧？除咗除咗切除咗椎間盤之後咧，醫生就會可以選擇一啲用病人嘅自體骨啦，即係喺盤骨度攞嚿骨放翻入個椎間盤切除咗嘅地方，咁令到兩個椎體咧融合，又或者好似今次咁咧，就我哋選擇咗用人造骨。我諗觀眾咧都等咗好耐㗎啦，而家咧一齊入手術室啦，睇下嗰個頸椎融合手術嘅下半部分係點做先。